今年有名堂爱拜访嘅大使係苗栗三茶嘅名人代表喎，來談看啊，佢係乜啥咯？我讀建中啊，係啊。看來今邊嘅大使啊，當外讀書，學問當爆喎。在3二建中國小，3二嘅建中國小，國中嘅3二國中。乜計啊？原來一建中唔係嘅建中啊，到底係乜啥咁搞笑？觀眾朋友，也係請聽到上韓文看到人嘅類比，你睇到係乜晒嘛？看到相片係唔係知道當屬？冇錯，佢就係金橋國王羅斯福。小鐘，各家一個，我們即將見面了哈，我帶您啊三茶，那個故鄉，本了解下三茶都睇，好上到樣板，好。太牛哥羅斯福真見，見來見後生，見來見人道路。唔過唔係愛去三茶咩？因為先來到先做關係。羅斯福講唔是嘅，愛了解台灣向農人老祖公嘅同好歷史，就係愛對鴉片開始啦。看羅太公有講冇？講。你啊梯逢啊吼，地靈人傑啊。係啊。係啊。鳥語花香。鳥語花香吼。你有看過看見台灣嗎？哦，還有看過啊，遠眺台灣。哇，很講。綠油油一片，就這樣用啊。真嘅，我來到咧關西咧梯逢，才看得到我咧一整片綠油暗江嘅地方。不過吼，咧木啊吼，肉木啊吼，建在這個地方的話，可見的這裡的風水啊，東吼。來關西啊地方，風水係要受過了解。你有問過？你看一個牆梁哦，你看到哦，真嘅暗床還那個延續的辦法延到嗰邊去啦，一拍幅都較短啦，係啊，青龍較重，強龍較重，所以啊，加個地靈人傑，地靈人傑，難怪可能台灣唔知產生出了一道個優秀的人才。你係香爐嘅樹煙，啊，你北人嘅。霍朋我嘅印象係冇一層，因為我記得差唔多六七歲，我就搬到福建嘅啦，就差唔多咩行路1-2分鐘嘅地方，咁可能都看得到嘅，係啊，搬到去西番嘅屋，嚇，搬到番嘅屋嘅6檔3樓檔，下面還有神作全部移到嗰邊，哦，新木器嘛，所以檔口還有帶嚟玉章堂。哦，所以我從小聽哦，原來香爐轉到玉章堂。太牛哥，看哦，很講哦，一來是一張門，你還有一張門。哦，你後面看800年的歷史的地方是可以有是冇恐龍吼。哦，玉章堂香爐誒。感覺哦，這個就像傳統啊，特別個羅木樣。羅木山用。雖然冇按豪華啦。哦，我特別羅木沒看到三合院。4合院哦，前面還有落後棚吼，有點筆筒，冇講做到按富麗堂皇，但是這個 feel 也是當後就下玉章堂。原來俺來到嘅所在係關西嘅羅木樹園。羅斯福講，其實佢咪係第一擺來，俾到俺嘅節目還貼片冇得老雜，將潛到亞洲位所嘅，8年嘅老建築都一下還保存到暗江暗完整。真見本人知道東江戲，羅木樹園係對1901年起嘅，係特太公派下羅木教育後台嘅私人學堂，意思就係講係講太牛哥啊，做出世幾10年，這個世界就係啲丫頭數啦。而家咧堂口裏邊就吟詩啊、黃詩啊，我講呢個係好嘅。而家講呢個戲啊，個羅家書目嚇，書人啊書目，這個。羅炳玉先生啊，發現啊有錢嘅，有錢，有佢上到，佢頭哥啊冇讀書，然後佢做專工，有錢嘅識得聽到機會，要鼓勵家子孫啊去讀書。你睇後邊有讀書去到關西讀私塾啊，個後8歲一出狀嘅，所以千多人不准家生人去讀書，咁樣其實會少戲冇啲人啊，戲啲樹葉，神氣嘅太佛宮，太佛宮太六槍來個石匠、木匠，而做何本嘢？都閒兩萬啊，
讲伊转太落去，所以向个师傅来做俩，哦做俩呗，做一半停工，需要停工，所以个得业咯，得业咯，改变啦，改起个目的秀才啊吼，带地方，带团个教书是个先生啊，那得业咯嘛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对，那个得月楼这个字是那个新补个叫秀才了，个扁呐，一下一提的，戏了要戏好以后，让戏了，所以要戏的心意呀，做了个有讲，全部态度上来的师傅们，所以你要给记者天主哈，你看全部做戏了真好，像个给导游嘛，安康很强哦。那就焦子陶做那个哦，那个偶像哈，玻璃，又有玻璃了哈，那玻璃呢不能磨啊，还会那个维修的时候有没有？为了保护怕它腐坏，还会在玻璃会不会让打到打松耶，刚一哦，所以你看也都，那厉害，单讲那木工厉害，就像你讲那个陶瓷的功力也很强哎，雕工真的非常棒。所以阿公排档有冯师爷、严师爷也两太夫法的，就算是同年同宗嘅特太公派下，罗福书院老另一间关系老师宗祠，算是穷时期穷皮师傅起嘅，出台装潢当讲究，啲建筑格局档咪当用心么？有请一些服了哈，就是当讲究了，格局你看绕了以后，外边有给门楼，知道那外边有一个隔绝一下哈，没比你宽透透了。哦，所以绕进你看不到边的哈。所以你要做作用都差不多。有内外区隔了哈。因为我们楼那个门框哈，这样呢全周白嘛，然后啊给压舱石过来个最坚固啊，做门框啊哈，给造型也都这样。那老妇其他不是很特殊嘛，就是懂讲究。因为下边那个刻花哦，琴棋书画。哦，有看到书嘞哈，要有书嘞。基本上哈都是琴棋书画。哦，有的已经斑驳了。哦，亮嘛干？一本书嘛。笙啊还是乐器？乐器好像是笙还是什么之类的。有燕尾当家，当辈。哦，看有燕尾啊有哦，天哪！像那年气没有样的，有种没有诶，那听来那得成的，不要按平的。你看了哦，要石头，哦，本地的食材啦，要懂虫嘞，要石头。关西本地的，关西本地的。你看到了有一个天公炉哈，天公炉对了，这个围墙上面外围墙了哈，好容易就是掉到底部该灯梁下，不用哦。看那是比较难的特色，只有客家人会对了，这个混过抹那 U 片照片。第二片这样现在不讲究了，以前是讲来走边了，不讲究了。你看那宗师延庆、林子承祥，那哪个日子啊？代表多子多孙，宗师，绵延不绝哈，是满堂哈。文章报国，诗礼传家，起造料这种房屋的这主人他的用心哈，就看这些字就知道了。来，来看那个楼房个堂号哈，豫章堂，开门脸哈，衙门脸，预兆科名，门庭深色。哦，那科名你看是第二号，希望可以这个有好的这个名声，可以考到这个中举啊，哈，可以科名有，可以这个得名哈，研究量按有名，真的有报优，没有科了，有名了，有名有名，但有色，深色，对，还到下联哈，他家本身，好两位，张明伦理筋骨长新，你看得出哈呀，主人家个用心哈，用心给他很重伦理，他刚也哦，懂重伦理哦。出道到现在这个非常的重啊，真给，他看到我还叫我大哥，真的，重伦理，公司因为，你不会对我懂得我神奇的东西有可以哈。无太子嘅技术，还真嘅唔啲要按到后门啲地度，还教你看哦。但像係中門嘅裝飾，就本做色調、專業、老耐熟，真嘅係當講究當要。其實你唔好看一下羅師傅有講有笑嘅樣誒，特別係講到有關家族嘅話題，空啲心肝度嘅份比數，總係會高一擺想起來。出道2年。嗰陣時我開始幫阿爸享福嘅，我們買台茶俾食，
伊迄加州靠东球的芒氏四沟茶，啊，都两个去用是有四类茶，然后温茶，然后磨牙推滚丝，阿爸就做阿妈，好当年是因来料啊，吼，叫啥？这满年命啊，说人吼，半年的时间是，咱用说个半年的人，半年，嗯，中啊，是，所以说就是要，一点转来就讲，生命中动态一个遗憾。苏玉清以风不止，自玉阳以情不猜。也係羅時豐也承認前太嘅遺憾，故所激動真下老屋客人窮下嘅時節。其實也擺愛見，老阿妹咩聽得窮下來，唔過是強見少，空定唔上鏡頭呐。佢聽啲順風咩躺到游來游去哦。你看到當歸哈，有燈梁啦，燈梁哈，燈老個燈哈，諧音嘅，所以叫佢出燈。佢看這個要燈梁，就出過超過到那邊，咁就出去啊，要出去。非常旺盛嘅。哦。而且佢講完是講吼，你燈梁是講不靠你添燈，那個透線橋，就張燈結彩。哦，所以他就串過去的。出燈亮配上要出去，要出燈。哦，希望能夠這個天丁就出來。對，就這樣。哦，出燈天丁。各種為善最樂。積德當先。積德當先。要是羅碧玉先生給他一生的給他價值信仰在這裡，所以我們後代會有福報，也是因為上一代庇佑積下來的福德。都懂得後為私情啊，積德懂關係人都感念他這個，所以真的多積點德，真的。有，我現在就是女朋友都沒有亂交。你的餐廳名字啊，就叫做玉章堂。因為頭擺啊吼，唐昊對客家人是懂承諾的事情。真的哦。大家要知道你那個不忘本，是窮客家人的精神。沒想到小鍾這麼有這種做生意的概念。好，我可以甘苦來幫你唱。真的多積點德，真的。有，我現在就是女朋友都沒有亂交。小鐘啊，唔總算有較像嘅呐，真見係阿彌陀佛呐。羅屋書院雖然係教育學堂，唔過實撈客家文化精神，還有客家人嘅美感，啲建築學完全發揮出來。頭擺農業社會，做田係千主要嘅，故所添等一件事情就當重要咧。協各位按到祠堂，還係第一擺看到按貼片嘅燈亮，真嘅有價值咧。玉章堂羅屋書院，人家是都了解。所以人家厲害，哎，真嘅，那風水好，你看很多都是建在這一排，你看到沒有？後面就有靠山。姓邱的，你知道什麼堂嗎？姓邱啊？何什麼南什麼堂的？河南堂。厲害，杜家金兆堂。那不是金兆也沒有關係嗎？沒有關係。做了辦了呀，風水案頭。風水後。哎呀，真嘅，參詳啊！你考慮一下，對那邊哦，建個民宿。不是來蓋個祠堂就好。可以，復古哎，然後做你的餐廳，而且是因為而搞。真嘅，你的餐廳名字啊，就叫做玉章堂。因為頭擺啊吼，唐昊對客家人是懂承諾的事情，有醫院呐，你看很多叫清和堂的醫院，以私用給他其他同學當做他的那個名稱，醫院的名稱或者是商店的名稱，頭擺懂都按用哦，你可以考慮一下懂特別咯。哦，真的哦。大家要知道你那個不忘本，是窮客家人的精神。哇！沒想到小鍾這麼有這種做生意的概念，有啊，厲害厲害！考慮看看哈，好，給我，好，我可以甘苦來幫你唱。藝術的小鍾有上空上劇咧，聽用過唔是得見啊！其實羅屋書院也下嘅人轉型做辦公工性質，做得先主文來參觀，同時咪期盼過佢下擺嘅藝文活動。就係希望客家老建築做得有新生命，行嘅一點都好老太牛哥嘅想法，強用。我開船堂嘅演員，迄個樣是
就等于咧朋友啦吼，就接向下开工，啊朋友啊迄个设计师，啊这个公道啊讲，10多年前，比如讲去说咧客家菜个传统全部都较无装潢，啊讲也死腿无共用的，嘿啊，我想要把客家菜精致化，啊摆盘，比如讲用较禅意，用较日式的方式来展现安尼客家嘅美食，嘿，等于颠覆客家传统的个菜式啊。放眼嘅罗浮树宴，本大家了解罗浮老祖公嘅发展历史。没想到在离开之前，太牛哥竟然还有动态嘅发现。刚他看到的哇，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罗氏族谱，铁坑罗氏家传，铁行。铁行哦，对，他讲了本迄全部迄铁行啊搬过来啊，罗庆讲先生啊，伊家家眼前就带恁伊啥，全身去做看家神牌。哦，家神牌底尾，个家神牌底尾有房师啊、娘师啊，吼，全部迄地塔讲啊，好要不出来啊，所以伊全身做甲了族谱吼，全身因地塔讲搬过来的吼，全部清楚。阿公啊，阿公都罗吉红哦，罗吉红吼，所以应该算10字辈了哈，10字辈啊，多啊，10哦，很多诶哈，对啊哈，10字辈10国10雄吼，那是读过一个差不多80人说咩罗氏嘛，个罗氏嘛，真嘅哦，关系咩事多啊？铜螺丝，铜螺丝嘛，跟油啊，跟东莞那边。对啊，所以我10字辈我已经做阿公他。阿公嘛，呀，哦，真嘅哦，你好上哦，你说好上诶，唔过俩真嘅，你是了解的吼，了解的吼。罗氏族谱做嚟讲系一下全台湾千完整嘅内谱，可以记3页嘅88幅，4万人嘅罗浮子孙，祖先都详细写啲地图，了解嘅来台族嘅历史。太牛哥撒下来要带啲艺一道去描列头份嘅罗浮宗祠，因为tan工嘅一道却对一搭尾搬出来嘅，嗰度神意发展。虽然系第2摆拜访、第2摆见面，不过当年前嘅罗浮宗祠早就等等分享也太明显咯。妈对哈，个摆子我他家一起一哦，同。中华了，係啦，我將邊方地很啲阿叔嘅，喺埋叔公胎。阿叔咧叔公，係叔婆，叔婆胎，我來都你啊，我四倍。追根溯源。哇，罗太公，你來到了地方，正經吼追根溯源啦吼。真的咧，前東嘢吼，正經吼，你對了去搬出去嘅，加下你吼去關係嗰邊啊，冇有看到別人嘅，嘿，加你吼，每年吼，一山茶嘛油香爐嘅啦吼，關係嘛油啊吼，你了油嘛油啊吼，你都來解釋一下嘛。基本上所有德泰公台湾目前所有德泰公的子孫，就都利亞美嘅為中心，慢慢的向南向北去發展。頭份的開墾啊，乾隆16年開墾好嘅，分體就鹽橋，頭份、2份、3份、4份、5份，跟住最先開墾嘅，就那個鹽橋，那相應的那份呢，你頭份的名聲來。當時吼，上面有3年有冇？這3年有1年、2年、3年、4年、5年、6年。冇，3年吧，3叉河，3條河夾橋下。哦，古宿人都三叉。河。哦。功夫喺嗰陣過到一叉，一點要見下哦，所以就過到3年後。真挺厲害吼，像那家就是國字典，你這很認真跟你解釋。哎。我每晚上我3年嘅朋友講乜3叉咧，英文、數學差過國文差。報差誒，思想差。3年講咩嚟講嘅？香樓嘅全台灣，全部都了去搬出去嘅。德泰公，德泰公，也唔完全，也唔係講德泰公出來的，但是祭祀以這個為中心。你了會啊？拜拜是全部都了地方。也是後來啦，後來你入面。年見來見到啊，所以佢有團結啦，種祠堂出世。哦，種祠堂是都要會啊。每然後拜了祠堂，佢貨房，然後撇開無恐龍誒，另外用。
大家看到有都破风，哎呀，像四合堂，哎呀，看起来冇冲。哎，人讲，因为做建筑的也不一样，特别了祠堂，你啊，人家不用查，特别了就会甜食片，跟面前就会吹盐，还有一个太火房呀，因为开路会管了差。哦，啊，像奇怪了冇强咯，你强拢迄破房，我以为有变态路啊，对嘛？你按你起灯，你按起焦的，特别就会甜食片。真光火啦，系无？你光火都唔会插。真嘅，做唔得乱插。你家祖先冇来天数啊！神像历史建筑是唔可以插。系啦，要晒啦，冇神像哦。你啊祠堂基本上种关系，咱九神医嘅关系，修文公、修尊公、修安公，全部做迄俩比赛，在托公眼前甲赛公上啊。啊，你啊比了祠堂嘅乾隆，这话东属下资料，乾隆56年就成立到建，台湾人。咱来台湾敢无钱人，等到开垦有钱人，他甲坐下来当了建祠堂啊，坐下来再有些困。罗汉卡，真嘅。你讲罗汉的好容易的东西，啊，他赶紧确定没？后来人家听讲是。都是讲，他赶紧全部放放来，无罗汉咯。罗汉咧一般来讲，17、18嘿，好容易的关系。他赶紧迁对几族而居。中国历史上他赶紧第二点，迁对好容易。成功以后唔好讲用沙皮，用两下就赶紧名。哦，做唔得。迁对用主公的名啊。罗真祥，记住迄二房，唔就迄二房的子孙，群祖公、群友公的后裔。但是娘主公有丢飞的，有丢了个飞的，完了太显公生医师来团，爱主属提供生医师来团，爱家父公的后裔。哦，真嘅，请到咧吼。我记得当年我做人家拜祖先，一定要做人拜。哎，请到咧。真件係清清楚楚，完全了解嘅。清朝乾隆年間，羅沃老祖公親自對苗栗嘅總共下算。其中一批20人殺，雙北都為關係開墾發展，將有為關係嘅羅沃書院，過後大家的頭份係嘅羅沃宗祠，就變做羅沃子孫嘅宗祠堂。離開嘅宗祠過後，總算太牛哥愛帶牙牙刀，轉到佢出世太爺三叉羅沃咧。我找四大天王的木雕很久，我一直想买。我要那个刘德华、郭富城、张学友跟那个黎明的四大天王，有没有？我记性清好呢，尤其那个3叫的吼3叫胎，下照我叫我的爸爸们，还给爸爸，就告诉我的爸爸很胖，像条猪一样。太公，你啊家啊吼，最近啊看到动多啊木雕的吼，啊唐宇讲啊，你啊动多了文创的新的东西，全都落在地方，把那个木雕更加发扬光大。这在我小时候来讲，这个无法想象哎。哎呀，某项都讲，也是一种是演绎的，所以那个的很多艺术家，很多艺术品，很多一些文创的东西，全部落在地方，全部是这样。是的啊，很多嘛个。要讲到陈美街，压黑台13线，所以压3亿其实已经，它应该属于艺术的思想。三叉嘅書店業對民國初年起始發展，光復過後，民國55年都為光景清好嘅時節，當時全三叉有200人間雕刻店，羅斯峰家屋卡咪係其中之一咯。細細記得都有開嘅呢，有雕刻工廠，啊，這啲屋卡嘅貨房有後輩做啲雕刻工，很多嘅時間係記得我同阿爸爸講有30人嘅雕刻師傅啊，所以就開得買出本事。基本上啊，這3年雕刻入門，錯，這我介紹一尊給你。哦，謝。哦，你第一個董上前呢？對，要做到。喂，哇，這個入門是走進門裡面，真給買的呀？哦，你很胎哦，哦，你4大天王哦，真的啊，哦，哇，整個我自己都嚇一跳，怎麼會有這麼大尊的一個天王的？而且它這個雕刻非常的細緻。這個有，木以後，這4大4胎天王，真嘅有你買嗎？有啊，馬該你買。沒有。那個像那個河頂山也是買一組啊。河頂山。哦，沒有。河頂山啊。哦。我請問一下，這個4大天王是
我们台湾的 CP 出的吗？可以啊。我找四大天王他的那个木雕很久，我一直想买。你有办法卖给我吗？四大天王，大的。对，我要那个刘德华、郭富城、还有张学友跟那个黎明的四大天王，有没有？那个你下面拿来不你抠。谢谢。四大天王。哎，关公哎，你摆一下他的那个表情，真的。那脸长长的可以。有，胡子再留一下。有啊，有，真的。哦，其实有一尊也蛮像你的，这一尊你看。哦，这厉害，熊抱哎，熊抱哎，厉害。哦，雄霸天下哦，很有意义耶。頭擺嘅山茶係萬乃嘅原始山拿嘅山上，現正山當東島種樹。第日本時代，大家腳腦做建材來落實。過後日本人先鋒發現機密，用造樹為作為看漲嘅東西，從岩度保養嘅，佢嘅樹雕岩將開始大發展出來。當時羅浮啲山茶，咪算係清代嘅大廠，係有錢嘅人家哦。我不看頭擺。咩迄陣嘅木桶，火房木，前面有啲太鼻桶，就當傳統嘅嗰種，有卡天梯咩當多後來高速公路開過去啲牛埔面前開過去，反正你去到三米嘅中間，佢突然因為太武全部牛埔卡天梯全部已經徵收遊船渡呀落地風，離家10多年，空用的日頭，空用的天啊！從無停。哎呦，太有空，你看人家高雄真緊張，整個山巒啊，有你山茶、你梯房、你說你客家面然後東有名的景點的衝嘛。哦，真的，人木雕懂厲害。木雕。聖清車站。聖清車站龍騰斷橋，有冇？高速公路。隔片，分兩片啊。分兩片。一片喺雕刻街。雕刻街。一片喺。聖清車站龍騰斷橋呀，關刀山有冇？好，那雅布卡黑是在哪一邊？是一邊啦，龍騰斷橋那邊，聖清車站那邊啊，我你下3號樓，應該突然去請一隻吼，一樣向你哦，一神人的人吼。真的，這擺迄個是無奇的法，可能係懂。你下會更好哦。因為南邊呀，在阿姨嘅那山，那個書院嘛，管系儒家書院。那書院跟我讀書的時候一定有相關關係嘛。錯，所以也要帶你請他告狀。告狀。好。羅時豐帶我哋到來嘅夜間山茶客家書院，攞關係嘅羅浮書院完全冇共用，誰要講要等一下，係50年嘅羅浮起個位。啲山茶咪算係有名嘅觀光景點哦。哎呦，又到書院了又來咧，第一客家書院，哇，你下位哇，哎呦，你按引導你睇嘛啥？哦，用，哎呀，告狀係啊，哦，聲音，哎，告狀用，哇。也係吳建峰告狀就係書院嘅主任，咪係羅時豐嗰種3年嘅起因投資。吳告狀退休過後，老自家嘅羅浮變作為客家書院，老自家收藏嘅客家文物展示出來，希望請自家嘅力延續客家文化。告狀，頭擺你搞幾個時間啦？吼，還沒告狀係啊？
还是老师先生。先生， 69年我71年，32年前的事情呢。记得记哎，当然记得，我记性真好呢。哦，尤其那个三叫的吼。三叫胎，三叫胎，来了三叫啊！罗时丰，罗时丰，昂昂，太昂太昂，昂昂拽拽啊！嗰陣呢太牛咩？太牛係，太牛就太昂古樣。太昂古，真正昂昂。昂昂，我同講住以前哈，健昂嘅都小學嘅時節啦。記住記我下作文叫我的爸爸沒？係我嘅爸爸。你講我的爸爸很胖，像條豬一樣。哎呀，爺看到就會笑埋兩個。你自家寫啊？唔會攞時。我嘅爸爸唱動態橋唱豬誒。係啦，跟住咪師傅太前叫爸爸的老少女先。哦。我一說啊，你們有啥人我一說，我待3年，跟下我讀考到。各種嘅高中，69年考到，5年嘅考到，我高中就講，哎，冇等分發去做高中，就去做土師啦。帶到羅時豐，就帶到羅時豐，對啊，村長啊，給他村長。村長來，村長來，過來，村長。你好。哦，冇簡單咯，媽同好厲害嘅。精神黨好，用錢支持啦，成績又當三，成績又三，一定打人就叫我嘅。羅時豐也當然哈，唔好講佢唔好，也唔好講佢親好。也好也唔好，就是中間，沒不痛不癢，不是也不痛，有時候很痛，有時不痛。大家社會如何啦？唔一樣啊，因為各種嘅教育哈，係完全咧摸索嘛嗰啲啊，現象、興趣、能力一三隻，一隻三係話吼，就被描出來。佢係有興趣嘅東西吼，你會當認真。終有是朋友。羅時豐本來就唔免讀書嘅，但是佢心頭當重嘅吼，佢都當三萬。三萬個兵佢喺高中跟下去讀五都無關嘛。唔係佢唔係五等獎啊。點解我叫六等獎？6等獎，6等啊！你要不要講出幾分6點沒啦？你要不要全國歌唱名人歌唱排行榜，一唱不就有關啦，不到幾多？10關啊，10不過億啊，全部過嘛，全部過，全通過。嗰時唔看，佢更加就要10分藍，就唔太強啲啲。唔講係3年去強嘅，你嘛？真嘅，雖然都上茶好好，但是3年是會強。唔看哈，我要羅時豐。呢個引進個投標以後參加全國歌唱大賽啊！一比賽哈，因無人不能一樣之下，我係3年歲也好啦，好山好水好人才。真嘅，嗰時佢比賽贏了以後，一下就出名啊嘛！出名誒，當有名。當有名。真嘅係當地人寫嘅強高中啦，太牛哥會躲唔掉咧，就因為唔好讀書，故所老阿爸其實佢見到佢鋪好一條路誒。錢又多，物又全哦。我爸講：哎呀，你唔好讀書，望住哦，你這樣是醫農工廠啲山差嘅哈。佢講：啊，你至於苗栗嘅建台中學學嘅技術嘅以後，學啲醫農上班啊，讀一年以後冇興趣，就轉到搶研中學。我有一個是講冇轉學，冇轉到搶研中學哈，啊，直接啲建台讀。讀以後啊，待到3年吼，醫農公司上班啊，也應該咩主任級嘅嘛個要，啊早早。好彩嗰時細細嘅太牛哥，捱夜吃，堅持追求自家嘅夢想，希望高談就無一個創獎級嘅大明星咯。佢客家人唱客家歌應該嘅，什麼嘢安講？什麼嘢安講？什麼嘢安講？就唱個一句法。好嘞，好。呢樣是3年冇交流到。哦，冇發出下來。那這邊查題目嘅。在地方。看下是混價的。聽人媽媽註冊俾你食，吃飽嘞。八手音，四茶。哎呦，要生涯自己的交流道，時風交流道。媽媽前面從我在愛上你永遠不後悔。但後來到我媽進步了。城裡的月光把夢照亮，日不落，日不落，我要給你日不落的夏天，愛的明信片。
暗江，什么的暗江，就像个一枝花。好嘞，余伟昌，我唱更二国诶，更二国同林书荣唱无言的结局。但我要如何能停止再次相遇？我怎么能够埋藏一切回忆？再来，最后还是无言的结局。无言的结局。余伟昌，这个火龙果诶，火龙果，小姐，请你和我爱。小姐，你请你和我爱，先生，我拍摄在心内。赞！看到杜芳暗赞，哎，高中真你神气哎！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不还有暗勇的长辈哈，哦，真你神气后高。你弄啊，那70郎啊，还有啥？我50年前很年轻呢。对啦，你们现在。牙齿看肉听听呢。给不会咯，请到了后高中，请到了欣赏，真给值回票价。校长，我可不可以常常来找你？对呀，哎，聊聊天，有点跟你多，而且我觉得有点这个忧郁症的陪。你安尼放下糖衣做会哦，安尼放下糖衣做会啦。你有喊真的，莫说妨碍啦，当奖励吧。高中端正当小考啦，老高中打下追鼓過後，接下來羅師傅就會帶定小組轉到路幕去看奶。唔過樣會係呀。太牛哥啊！你喺出來了，你地方啊，按鐵北咯，你上過一些高速公路啊。高速公路。係啊，條擺你高速公路全部都咬土地、咬木嘅啊。牙公呢條位啦。牙公咧？要留下來啊，但是後來本人徵收做高速公路嘛。係。所以佢用時間要出拖嘅咩？係。出拖啊，要接去南部作秀啊。錯。南部作秀嘅時間吼，按從小可利用啊咧。佢用是12冇交流道。哦，冇法度下來。係啊。後來增油嘛，後來油嘅裕隆工廠嘅水增油。錯。但是要行到去來到又麻煩，所以這邊查田嗰邊。在地方。啱啱就滾下來。哦，下來。滾下來。去請楊媽媽。楊媽媽。請楊媽媽，請楊媽媽駐車俾你食。駐車唔係很，就還是可能還是同可以。都可以。是不是種到料理，好食料理了，本來就是。吃飽咧，要進來。八送一，四茶，又不送一。哎呦，你要生涯自己的交流道啊，石峰交流道哦，條北現在有個石峰交流道，對唔對？哦，大家盡做小可躺下就好誒，千萬唔好學啊！羅師傅講，就係沿着一條高速公路，本夾把作為一隻後來爭地市嘅重大決定。我做清大宋嗰樣時。就我爸爸兄弟嘅那個就本財山，因為田地啊本應證書嘛，啊證書啊我爸爸兄弟有都上來特別嘅，太有本上做我爸爸留喺鄉下，本來有耕田有做些係啊，啊做證書冇田就啊規下個路網買鐵就起個翻嚟木，啊就搬到嗰邊去但，所以我爸後來大家我爸因同我講，哎呀。真的是很大損失，佢可能也生意清太遺憾就會啊，仲會翻嚟冇買鐵嘅，清大損。買鐵路過後，羅阿爸就啲附近嘅，去也棟2層樓嘅新屋嘅，開嘅雜貨店做小生意，唔過10公年，後來未買本銀咧。太牛哥啊，一條班人是帶了本2樓係啊？太多人係。帶到幾多歲？17歲啊。17歲呢？哦。高中畢業爭上台北啦。大家旁邊說白宮廟過去看一下。哎呦，你白宮你按鐵北咯？你白宮可以有唱個泰國嘅哦，唔可能你白宮。哎，你白宮呀？哈，沒得啊？哦，嗰邊啊，嗰邊最重要。哦，嗰四面佛呀。嗰另外一個嘢。哦，那個配啥嘢哈？哦，晚上你白宮六變四面佛，我了不起啊！福德正神的。哦，哎，很強哦。哦，要領沙呀！哎呀，你好。哦。羅師傅羅福順嘅一間白宮廟，係福建居民嘅守護神，保佑定大家嘅平安。行個廿白宮啊，還當調皮喲，接獻禮來老大家見面。就因為十分靈驗，故所大家就上老天數見到嘅白宮，係隻新屋嘅。
伫台北安燕的罗斯峰啊，要赶转来请一份心力咯。总统要同我讲哦，哎，要去啦，要去啦，好，我问下我节目，我讲做得啦，哦，我点升班给我。哦，做得啦。哇，真严呢！哎，这一整座庙节只花了6万趟，看还有4万块存起来的。好了。善心200多万，240多万。哇，金朋友难得啊，妈妈一起来，妈妈知道金朋友后，罗妈妈，你罗时丰应用版也是谁？有乖嘛？冇乖，出节，你看客家嘢，客家声咪是出节，哎，唔乖是唔乖。我阿妈妈当上来啊，都也还没亲上来，真是蛮字的嘿啊，啊从细是写到命啊，记得我一拜个生活与论语哦，考98分呢，就一题唔错呢，嗰题讲真的，嗰样时间我唔错也真的一坎过啊。我爸看到一题唔错，哦，做是会盘的，服了我妈妈都难得的了，就乡下有大多的，我妈对我当上。交女朋友啊，嘛该事情有冇？有拢交嘛？唔係當乖，我真嘅啦。還好啊，依乖哦，其實好是好衝過。他口准的吼，做飼料，做麥片、腳踏車，做鬆貨。你家口差不多。哦，去松坡哦。我聽人很愛可以松坡。台北松坡，先做磨都白市場茶有啊，煎板凳啦，中間一期因為個肉絲嗰個。還用旁邊來煎有嗎？哦，有，後背有做的，還後背那個椅子黑一個正方形的，可以放東西，不用放誒。這是皮飼料嘛？我都徛都不用就做呀。哦，認真的吼。北上那個五月山呢？哇，下口去的吼，就我聽見老公去。叫的啊，河巴去做下工。哦，那真明乖。因為細當善忙，當乖，我天數我爸做事情，我卡邊說全部愛邊的，邊說我們講現在收地收的東西，我都搬全部邊的，然後出它都邊都原味啊，邊好了啊，厝的沒咁樣啊，民床沒咁樣搬啊，邊啊。伊嘛甲時節去參加甲比賽，迄年底只事情，伊故里地理的啊，泰國故里地理的，講哦安徽衝過，加上女主嘛，南投、竹南那一塊唱歌，唱歌係以前有報名，喺呢啲嘅，哦，我大概都第一個。呢種時參加一般的鄉鎮市的比賽嘛，但係後來。關於咧青年中學時節，學校安排嚟到依個做綜藝金馬嘅比賽時節，比完以後，哇，因為10度未眠嘛，那一天晚上好像是我們3億的大事一樣。怎樣？大家擺自炮，擺自炮哎！我從交流道下來，自炮一幫啊！哦，真嘅哦！還先機用誒，我還要先中碰用。壓得上啊！按懂伊了，按風光。真嘅吼，冇想過衝過吼，倆身吼倆，也其實倆產財倆代表性的人。他們比到第3擺的時間就動到唱片公司啊，台 CC 唱片公司是來請來，我來同佢簽約嘅啊，就是簽到一個啊，還忙畢業高中3年生，還記得1986年的3月，1986是民國75年的3月，嗰樣時是嘟後公司有一條過人的無言的結局啊。係啊，就肥水不落外人田，因為公司仲係一個男歌手連連，係啊，順理成章就幫佢唱。你最後從哪首歌曲？於天呢，就榕樹下。榕樹下，哦，這一首經典的歌曲。對。榕樹下，那可以改成在這個伯公前。八公下。無自己，無自我，無自己，無
就是我。还有最重要的，罗妈妈来唱一首歌曲。琼西，我受他这个歌唱的影响也蛮大的。真的吗？还是受爸爸的影响？其实我是常听我妈唱歌，因为台北有嘛，台北是有个梨花泪有嘛，梨花泪，妈妈台北唱的是爱上你永远不后悔。来，妈妈叫我。除了你，知心多有谁？继续来哟！你就像天边的都可贵。哇！但后来我妈进步了。哦，梨花泪进步到什么？我妈后来跟我搬到台北，家里也有那个视听室有。哦，有卡拉 OK，马东区有诶。我们回去听到我妈在唱。充满感，蔡依林的歌曲没有？没有，那就后来。看我72遍。先唱了城里的夜光把梦照亮，夜暖我身旁。哇！我按新的歌曲妈会唱哎。蔡依林的《日不落》。日不落，我要给你日不落的笑脸，爱的明信片。罗斯峰讲啊，今比係認真要入日記，今尾強健少拿，希望佢平常啲副卡度哦，又唱又跳，當位表演哦。呀，聽佢講，你阿伯講啊，嗬，真嘅啊，嗬，我發覺一定會衝一首歌曲本嚟就堂，人家成就這麼高，係啊，必爽快啊，係啊，必爽快。阿啲歌壇要上升年嘅時候，錯。今日做啊，咧只加強，喺度都係咧客家莊，上次有一條歌嘅客家應該會唱，西梅安江，西梅安江，西梅安江，就像個一枝花，拍拍嘅牙齒，紅紅嘅嘴唇，食住啊袂講法。西梅安江原本喺天北上創嘅嘛。我做同啊嗰個兩三年，做同嘅西梅安江，兩個地方較無聊，做提反做好咯，但是有保留西梅安江也幾隻詩嘅，西梅安江，西梅安江，就像個一枝花嘛，對嘛做提個親像一蕊花，杜芳又加咧，我來叫一下小姐，怎麼解？係啊，佢全部都後輩加上去啊！冇想到，後來嘅周杰倫講怎麼解？怎麼解？怎麼解？咁話現正羅福鳳做出冇彩嘅，要現正當作出來台北做事。羅斯峰對同學嘅記憶其實無情，唔過透過健美嘅節目。睇牛哥了解嘅羅福老主管，表揚過海啲台灣打拼嘅歷史，咩潛在自家嘅見，去到羅福嘅總祠堂。對客家人來講，祠堂遠遠啲嘅位，遠遠等等啲嗰種打拼嘅子孫轉來。